我那时候去学陶的第一堂课，我的老师就讲第一句话，就是我们拿那个土堆坐在那个转盘上面，他说呢，做陶的第一件事就是定中心。你要找到这一堆土堆的中心，于是我们就在那个高速的转盘上面，把这个土堆放到那个转盘上，然后在高速旋转的过程当中，要试图找到一个平衡，一个中心。然后我突然就觉得，天啊，这就是我生命的隐喻，我现在就是一个没有中心的人，所以我需要从最原始的基础开始，我什么都不是了，我现在就是一个我自己的时候，我要先找到我的核心是什么，这样子，所以就开始因为这件事情好像就是对整个生命的一个提示吧，就开始在透过做陶这件事情，把自己慢慢一寸一寸的就是长回来这样子。新上杠有屯工，你是有天分的吗？你好，俺的黑脸有啊，没有做很久吧你？我对，而且他是你还狂做哎、对，就是那段时间刚好是疫情，对，所以我一开始就做了很投入的做，这个是我很初期的作品，在做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些故事，因为我没有拿一个做得很完美，像这种非常非常光滑的，对的一个作品，对，反而这个作品它其实是我乱切出来的，就是我不知道，就是易容姐看得出来，它的杯缘杯身是完全就不平整的，然后其实那是我在学习做陶的时候，我想要去挑战和违背那个大家告诉我说这个只能这样做，不能那样做。因为你知道我后来为什么想切它吗？就是我突然觉得，假设它是我生命的隐喻的话，那生命不是这样的啊！人生本来就不是一个完美的形状，我怎么有办法我就是用这样子的形式出来呢？我一定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尝试我要怎么样的过程里面，一次一次的被切碎，犯错，然后你就是破洞了，可是你还是不甘心的想要把它补起来。人生是这样的，然后补起来之后，大家跟我讲不可能，不要补，我想要补完之后我去烧出来，它可以耶，它还是可以盛装，它就一样是一个可以盛装的杯子。可能我现在也看不出它补的痕迹，然后我就觉得啊，原来生命是这样。当我自己去跟陶土对话的时候，我去捏塑出我自己的生命的样态的时候，我就是要去说，我就是一个不完美的生命，我就是一个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切割去缝补之后，但是我还是能盛装，我没有失去作为一个生命一个杯子它的本质。你就算千疮百孔，可是你把自己，你愿意去修补自己，你还是成为一个有能够盛装的容器，你不失为你这个生命的尊严。